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看到我就知影，今仔日要来讲甲医疗有关系的题目，嘛是咱台湾一种真特殊的文化——卖药啊！卖药啊，汉字写做卖药啊，罗马字写做买的卖，一二药啊，卖第7条，药第8条，啊第2条。讲到卖药啊，伫台湾已经有真久的历史。日本时代迄阵，无像即马吼生活遮利便，四界拢有医生馆。民众若破病要互医生看，也是要买药啊食，拢真无利便。头壳好的药厂，因着请训练过的推销员，甲处理较常用到的药啊，第伫药落啊，放伫人家厝内。人工才来收药仔钱，保药啊，安尼互人利便。这款卖药的步数号做假药包，卖药啊叫做变药啊。佫有一款卖药的步数，是甲药啊用车载来庙埕卖哩，先请人唱歌、靠人客，才开始卖药啊。来，紧看，慢来减看一半吼，看阮一行数十名来到贵宝地大庙埕。大庙埕，唔是要甲恁拼输赢，嘛唔是要甲恁讲亲情，就好康的要报互恁知影。打是啥？无别项，就是这款爽歪歪地听单。这就是世界走江湖的卖药仔团，卖嘛是变药啊。这种文化发展到尾啊，药厂归去甲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合作，伫节目内底卖药啊，正做今卖的卖药啊文化。俗语讲，请鬼拆药单，是咧讲人拄着紧急的代志时，心肝头乱糟糟，找唔到人来处理，意思代志袂小煞，形容人自找死路的意思。才有一句艺客仔话讲：请鬼拆药单，阮死的。例卖药啊，医生馆假药包，变药啊，请鬼拆药单，阮死的。落尾甲大家提醒，咱若破病就要去互医生看，唔通家己买药啊黑白食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